来了呀，我到孙子毛子有本事出一台车，我出动力，你出力，你做阿屌个，大你要带2份去看过孙子嘞。你最好看见个家，蒙对里啊！哎呦，怂得不得了，那这份高低分好呢。哎，你既然讲冇本事检测了，你光不看多他噻。你就回来冇本事检测吧。光奔不是大家在奔吗？啊，你不来太个生，你这违反多他了。哎，用了么啥子多他了？我带一把3分4头呢，别好少头了，一样的道理嘛。那个两只两部不对哇啊！还让么带出，还让么像部车子噻，本身个有点笨。笨的对了不成了。我出个动力哇，你看我身上个胎呢，这样贴天鹅屋的啊。你再多个人贴贴玻璃屋胎用不到上盖，上次重新复温。哦，后头还控制方向盖，那我东样么子出来个家？是包了黑。你看大浪了呢？你看大浪有了，一看不是我视频上看见了，那个东莞的。东莞。我这个莞是一条路。你那到东莞的啦，东莞。莞了，你去估。中国不对，等我说个非推他子嘞。咋推他嘞？咁哪我有戏啊？么子分赃呢？是本事包一档个。看是你一只老鼠洞非常装上去，我是我不来啊！一出动力也非难死板。我有4只么子啊，我有4只一袋。你哪弄的？你会分弄它？我也吃着。啊，咁你吃呢？吃再弄，拖来个菜，眼睛不是饿死的。弟弟，本事当你开得来噻，来下头也去蹭蹭啊。哦，一个，现在你少去单眼皮大眼睛，因为你到烂头子单眼皮3眼睛，你到烂娘双眼皮大眼睛，所以你数来数去才是单眼皮大眼睛。总归比双眼皮3眼睛好啊！哎，那现在又不挂着啦，我自个碰来做的吃着一袋。哟，那晓得啦，出发！今朝你开本事的啊！哎，不吃这半个的白浪汤嘛噶，皮身啊还等到发点子，还翻特子，我还轻轻领来，然后有金子啊，有些咪做啊哪子？啊不，分少是偏真的是样好么子。几个月了你们11个月了。你们怎么这么大？怎么这么大？你是哪一辆4个讲对不对啊？你们多少重啊？6斤半。你呢？你就别的，他是特大号，我们是小号。你们会不会走路了？不会。会不会爬？不爬。不爬不走啊？阳历是6月28。那对。我是6月20。哎呦，你为是公了吧？那4个讲。皮肤再白，牙齿再晒，别个你再凶，你看看这2个眼睛，是干的呢啊？儿子小娘正常的不得了哇！